去见父王。想着他去来了。闻听父王已经退朝，他来请安。万岁正在休息，不便当场。是此，我稍定再来。哎，殿下，啊，你不要走开。为什么呀？昨日殿下请我来至，万岁不高兴，反是长沙王比你小人，你忘记了吗？哦。多谢财神提醒，不管的。殿下，既然万岁喜怒无常，你可要多加小心才好。哎，多蒙指点，万倍不敬。你不是在此守等，免得吃亏。哎。殿下，你在想什么呀？我在想，父王身体近来万岁心跳出门，早晚昏厥之症，只怕怎样？臣妾不管教。难道不惧生死了吗？父王。
哎呀，莫可呀！万岁升天，殿下登基，武媚娘死我，千匹天下了。放心，放心，我这不会放弃你的。殿下，怕是万岁要醒了。一个王元龄，一个玉子公。王元龄，玉子公。爷们，我与你是一母所生，父王最喜欢的是你，望你在父王面前多多美颜。我就这样为你所用吗？那好，我的德子定为大大加功于你，国库金银生命你去，怎么样？谁喜欢你那些非度滥情？爷们，好，我与你并分天下，共掌乾坤，万事让你做主。我差不多。爷们，那我们就老弟儿请安去吧。王兄，请。爷们，请。言弟言妹，父王正在睡觉，不可惊动。怎么啦？这金正殿你来的，我等就来，不得吗？言弟，沈家是今日太子娘，那把我等方才严厉。七公子，万岁正在休息，不要大声惊动才好。我与太子说话，何用你来插嘴？你算过什么东西？不是这等师傅呀！什么等等，散开了！爷们，言弟，言弟。何事喧哗？二等来向父王请安。起来，谢父王。既来请安，为何大声叫嚷？哦，
王拦住我等，不许我等请安，而心结，所以叫喊。哦，有这等事吗？父王正在续写，眼题心太贱了。尔等兄弟之间，理当友爱相处，怎可为了小事而争吵呢？儿不过，除了请安，还有何事啊？父王，近来反邦猖獗不等，儿愿带领大军一刀一枪一鼓三丈，为父王争光。父王，王兄义无不对，且向父王一言。父王不可放动冠国，以莫令安邦为好。什么莫令安邦？分明你是武艺屏障，不管出征见王。我怎么？我这父王，尔等退下。是。这华文家不宜立在此地，万古提防。是。唉，寡人膝下实事难。不孝再多言在心，长子成节8年，胎儿他是心也坚。幼儿举兵抗无子，远儿穷杀团不完。因儿有了光无度，欢逍遥着早归天。到如今遂立靖王为太子，他是忠为有余，斯文懦弱，满将国政，挑在肩。长沙鹦鹉称无义，真乃是穷人熬他神不言。谁人为父称他痛啊！几何人定计难啊！哟，高阳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好，我正想要你来帮我捶背呢。去，我有秘了。吴先生，传话下去，宣王元令尉迟恭前来见我。是。父王，我是最孝顺的啊。父王，长沙我也是孝顺的，只有
哦，他们都是假小人，只有你才是真的喽。是吗？父王。好好好，种种有赏。父王，你赏我什么？你要什么，我就赏你什么。父王，这位兄长少爷娘，见不光这位是把心上，老婆是风骚无畏，我看你。女儿，这怎么可以啊？这也我不可以啊！一列金王为太子，今我问嫂子长沙鹦鹉也可怜。女儿啊，此乃前无不烈呀！哎呀，父王说过杀我的，你怎么也来了啊？自前太子皆可赏，真的吗？当然真的喽。什么呀？是一诚心啊！的驸马好，都怪为吾糊涂，每日忙于国事，竟把女儿的驸马却忘记了啊！女儿啊，你要怎样一个驸马呀？我呢，父王爱你，至少要配公儿宰相之家。那是当然啊！你这句长生无忌之子，你看。不，哪位表兄两字相顾，却不怪。那宰相王元龄之子，你看可好啊？王元龄之子啊？那我要亲自看顾。这个好办，少廷选到此地，女儿可以在这里面。父王，7万岁，方元龄与子贡应召到此。选是。方元龄与子贡进殿。领传前无此犯罪，平生在此不必拘泥于常理，死守谢错。王爱卿，臣，坐下。你有几个儿子啊？万岁，老臣多年无子，后来不想连生2个犬子。他们都在京城么？都在腋下。好，来选王元龄儿子进宫。宣方元龄儿子进宫。是。万岁，我比我家小儿不小，
还小儿为了何事啊？这个嘛，这是。哎呀，万岁！莫非我家小儿犯了大罪不成？非也，不是你家小儿不孝，乃是寡人小儿不孝。难成大通，故而请二位爷请前来，这座商议呀。陛下，今日朝议总为他臣以为，太子靖王一年多次，并无过错，不可轻易非礼更换。寡人再三相过，那靖王怒日时分，不及长沙鹦鹉啊！长沙王，哎呀，万岁，万万不可啊！收下。王爱卿，你看呐，这个万岁，此乃万岁家事，外臣臣官多疑。哎呀，你是金色无妨。这个这华文家因何单反才的？万岁，死臣！华本家公子天天早一语，实在见与梦生意做变更，仓促以为更激痛，家道喷翻把人惊，万岁民间始终惊，多怪媚娘欠小心。好一个仓促以为更激动，一笑见大力破宁。陛下圣明，太子以为更激要痛，万万不可啊！万岁，御子将军言之有理哟。太子圣孝无差错，秉性忠为破沙尘，不逆情义在更天，一旦变通乱臣心意。谁若神去前，从人归心可得成，根基理文不理同，唐塞江山错手成二位卿臣。太子须动心，说你臣今日有应举大计，想不到一门花草，听见困。选到选。无主万岁，平身万岁。尔等今年几岁？叫何名字啊？小臣方一哲，此长21岁。也是王一爱，今年19岁。好，个个都是英俊少年啊！我娘，呀，真我体痛啊！难为
万岁！不知高阳公子要什么啊？王爱卿，我家女儿要找驸马了。哎呀，万岁！我家长子义成与御子将军的臣女定亲了啊！原来你们已是亲家了呀！正是，下月初四，王道节日就要成亲了啊！那此子也可以定亲啊！常理定亲。哎，好，寡人找爷为驸马，你看可好啊？啊！谢万岁！寡人这次就将你两个儿子下月初四一起成亲了吧？啊！谢子隆恩。好，好嫁老公嘞！哎呀，这个再过3年，陈夫人请了啊！哎呦，王家老阿公请了，请了！哎呀，老哥啊，几年不见，侬个胡子都变白了嘛？哎呀，老了我哦！告诉你一个好办法，哦，用木炭揉一揉。不容了！哎，老阿哥啊，我王孙女个花轿还没到啊？御子将军为亲自送来的。哦，御子将军到！好，王老相公请了啊！御子将军请了。哎呦，老亲家，托付，万好啊！王孙女个花轿呢？哦，朕与他已经上轿，花轿即刻就到啊！有劳御子将军请送了。啊，哎呀，王老相公啊，我臣女嫁到你家，我可有几句言语拜托啊！哎，我也有几句话要讲。请讲。王老相公。我臣女本是舍弟一公，他的辈子多美富，弟弟当年少得好木炭，只可惜好人命短，早苦。臣女她流落京师跟随我，偏要为
经济世俗的寡头。老虎哦，要我的虎虎家虎虎，这罗须好彩跟头舞，最真那个走线成功。哎呀，王老相公，今日高攀家相府，盼望你莫欺我才女。我欺我生女是来到我家如同我的女儿一样，哦，真为欺负她哦。哎呀，此事多多拜托了。好，来了来了，外甥女儿，哎呦，天仙美女一个，一拜天地，二拜宝堂，快快起来！夫妻对拜，送神同欢。哎呀！哎呀呀呀呀！全家老幼立听恭迎。身亲戚。不是娘吗？亲戚。谢公子，
太子礼，驸马传拜公主。拜见公爹，我要拜见他要拜的。好，拜见公子请。公主拜见长辈亲人。谁是长辈亲人？我就是一个，他便是一位。你的也是我的长辈。对呀，你的嫂嫂于氏爷娘是我的外甥女，也是她的侄女儿。来，拜一拜，见个礼，稍后见面笑嘻嘻。来，要我拜你的，只怕你担当不起。可当我们催吧！弄这个当起了，总算中结局。呀，真是气死我人！走，吃饭。你且听啊，就是你那个皇帝老子，见了我也要客气3分你。走，回去。还要你什么礼吗？因公嫂爵礼，相见之礼。哪几位是姑嫂呀？我就是小姑方一牛，与理了。哼！一子爷娘传拜公子，你叫于什么？一子爷娘啊，爷娘，你把我放在监谷，你父亲是谁？还去何者？我父亲早年亡故，并无官职。什么？连个官职都没有？那他做什么呀？早年烧炭为年。啊，是个烧炭的！哎呀，真是确有此理！驸马，你看看，这像个什么样子呀？公子说的对，说谁不像样子？与啥不像样？二公，我看是你走了驸马去边养。我有早年亡故，爷娘的宝物玉之宫是开国第一功臣呐。公子，爷娘一场的当朝如果功臣要进奖品，也是开国元勋呐。不管怎么说，少太的女儿做我的嫂嫂，真是气于此理。真是耻于此理！我父亲是烧炭的，我伯母是当铁的，我姑父是种田的，我娘舅是织布的，我那一场程咬金呀，我还是个凡事严的呢。啊，你，哼！见于生活太不利，尽管与我人是非。早配色女子王家一结亲，望参金光大三千。来得长沙南京为。
公子，你媳妇思念一年情，岂不知贵贱从来一到底，遇到事情若乃用啥一理，凤凰百里不用急，高娘公子的王女，仙女那态度铁匠，农夫这番为求利，快将他一纸休思换出去。啥不准兵帮我举不义。父亲，公公不必为难，让我来告诉他，公子啊。你来是金枝鸟意归无名，真来是长居深宫结实心。你可知沙里淘金金混珠，深深君王有沙土之中用长金用，绝品木莲见高低。公子你小可农工之间你，但不知苦气带来苦传音。实无铁枪把虎打，你每日三餐起身；实无太傅把太爷，寒冬腊月冻死你；实无农夫下田种，你是只吃青草啃死地；实无这公这层领路将你当白旗真结的，才是凤凰，才是金。讲得好，气死我了，气死茶叶未灭，也去歇歇吧。弟弟，去吧。唉，家门不应，家门不应哦。自从万岁将龙恩，公子下家我家门，人都是经常情话好不闻，有谁知无言烦恼有此生，每日里
里反要公公拜谢无，他那里比兄羞臊闹不停，父年已故兮风前中。一场病情，只怕从此了残生。公公，请用药啊！不用也罢。公公，此夜昨日虚火攻心，媳妇亲手接好照顾，请用了吧。难得你如此孝顺，这是为父赐病，非呀可知哦。看来都是儿媳我不好。怎么是你不好啊？公公啊！我的才娘配一万发不给身材买太强，找的公子脸上叫得像乱世啊，赢得不那七兄长配公公，年与古稀平交加，都怪我出身一介陈夫子，实不该高攀旁门再相加。这是哪里话嘞？我的好兄啊，始终也喜来我家，聪明孝顺按办是非，难怪你，只怪我该当头阴阳差。公公，这药还是用了吧。我启禀父亲，公子即刻来迟，命我前来通报。见过驸马。喂，你可以为你了？畜生！难道你就不能叫他一声嫂嫂吗？公子世故，不许叫他嫂嫂。为父吩咐你叫，你叫。孩儿不管。啊！你我当死你这个小畜生！你与我跪下！跪下！我当死你这个小畜生！父亲，爹爹，
之手，是幸福我的最顾怜。父亲，驸马，不要你过，混！公子驾到，幸福为王去。何来谁问？公子，是我妻子方才不小心打碎了。不对，是二哥打碎的。见我来了，他就随我，不必随着。公公不妨坐下。谢公子。听说公公身体有病，我心中不安，他来探望。多谢公子关心。今日凑巧，那过年是和尚偏红法师前来拜访，我叫他今年念一个罪，病也就好了。他念一个罪，这病就好了么？那和尚法力无边，念起罪来可以定人生死，灵验得很你。我恰不信。我也不信。一请偏红法师，一请法师。阿弥陀佛。公子香叶在上，临身几岁了？偏红法师，相爷近来身体不好，你接他，你不走吧？算在，我不自卑普度众生，念经贼一卷，就曾见大苦大难。什么经是此灵念？曼陀罗法灭众因，自领去要居归人。按杂神最近，乌龙最多金的取血最血这个最热最不进，七万杂神最近监狱脖子难踏平。一拍一叶，快滚了出去！出去！算在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你们这是在生我的气吗？奇怪，我去那和尚58套。和尚是我的客人，你对他无礼，便是对我无礼。公子啊，放家有意，同生眷，公子下家恩赐天，看见家里无尽，我9天之下小一点。弟弟。四顾自冤枉，也不曾我给年纪轻轻也要讨下贱女，自非是路边地来他面前。父亲，弟弟，哎呀，公子不好了呀！万岁驾到！父王来了，快接驾！女儿，
参见万岁。平生本听报老爱卿有病，寡人太了一团忙。王爱卿现在何处？万岁，爹他爱卿，王爱卿，玉叶，说说真吧。万岁降临，非你猜。哪来太王元宝重恩高难报，我泪满腮。王爱卿啊，昨日不见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啊？万岁，老臣我不久生死了。爹爹，王爱卿，想当初爱君助我长数十年历尽辛劳发世上，开国元凶君为首，一朝永绝石块上，你走起炮兵因何故？彻夜无影，数断江方才御医言道，爱卿是恶气攻心，所以昏厥。不知这恶气从何而来，为了何事而生气呀？反啊！不讲也罢。父王，公公不肯讲，我来告诉你，这是他们。哦，暂且退下。父王，公公身体还刚健，只因稍稍太不严，哪怕父出身为奸少女，莫无真长亦不见，来这里此上马为高声叫，请问谁问闹翻天，岂得公生大病？我宽在与你心也吧。竟有这等之事！公子之言句句是真。父王，你看，哪怕我刚才谁吃的碗还在此里。可恼，可恼，可恼！万岁不必费心，此乃老臣家事，其中这是非确臣。
老臣我心中明白。你明白？难道父王却不明白吗？哎，父王啊！王爷卿，你不必多虑，寡人为你做主便是。爱卿啊，你要多多包容啊！去家，父王，我们去，父亲，你都听见了？孩儿不管退听，不知都说了些什么呀？不讲也罢。圣旨下，王记者谢辞。臣皇帝诏曰：王仪之子妻叶娘5年不孝，满7出之表，因依着列妻休妻，不得徒言，请赐。这是为何？这是为何啊？父亲，孩儿要冒死上坟，辨明是非。不，王后啊！万岁追宠高阳公主，其中的是非却在其人辨得清楚。你这上坟于事无补，反遭大祸啊！难道就将娘子休了吗？嫂嫂不能许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不花休妻。弟弟，怎有的是儿了？父亲。公公，这晚年我他进来去哟我的好兄我，公公我对不起哦。公公。娘子，我不用思量，我都听见。娘子，乖仔，你把书写了吧。天哪！虽然好，泪尊敬，真身落笔修颜。
长子不大贼，与你生死永相依。帮你交代归水转在身上，少了我气吧。要我操他么？此地是实想到我水草心。你我人好别去他。男人当一字情，何必对他对敌？我不信他让我猜疑。大大的去看一个没有梦境。我在许送送到穆家去吧。娘子，
娘子，相爷，相爷，相爷。臣父王，你定今王不变动，长沙心乱一场空。每日请问本父用，难举老儿快送终。王兄，爷们，王兄，爷们，王兄，啊，爷们，你找了马还来向父王请安哦。哎呀，我呀，我是他来向你贺喜你。哎，你贺什么喜呀？哎，我为你出了气，报了仇。方月林那个老对儿死掉了。哦，哎，怎么死的？我叫那变红法师捏了一个嘴，啊他就死了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，爷们，这个托你之事可否办好？早已办好了。慢。唐小人，林爷嘛。此乃变红法师亲手所致，人生最区区把这一套，少有太子神圣法师，是要将这桃木小人放入东宫之内，保管他一命归天。多谢爷们，此事所成，我定与你平分天下。事实不成，那和尚明日谈饭。好，好，爷们，那我们就老对儿请安去吧。王兄，请。爷们，请。求见父王。万岁身体不安。怎么啦？又病倒了？哎，昨天晚上好好的吗？去死嘛！只因在向王大人访故，万岁就生病了。那我们进去看看。万岁谕旨，王亲国戚本府大人一律不见。你，哎，爷们，走吧，走吧。哼！殿下，王府有客相亲。好，陈轩，才你想发财吗？发财啊！奴才当然想发财，不知有何吩咐？你将这个悄悄放在东宫之内，不要被人知道。死人之后，赏你黄金1000两。奴才一定办好，一定办好，一定办好。奴才一定办好。奇怪，什么宝贝？桃木小人？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哪来？美鱼啊，真的美鱼啊！那边谁来了？啊！桃木小人，你好大胆！你要死还是要我？你才想死，我立即禀报万岁！有啊有啊，才能饶命，才能饶命啊！
想我，快把这盗墓小僧的来龙去脉将可一清二楚。我讲，开了，甩开了，那边去讲。怒气满腔把天苍。他狠心把他才要找皇帝人断肠。好，谁知王经过前方大臣一律不接，爱意越次空要钱，不管放心。呀，上了看了，去。你真原谅瞎子啊！走走。万岁子一律不接。什么一律不见，两律不见？我是陈妖精屋里的老太婆，找皇帝算账来了。也不许进，也不许进啊！你把我闪开，闪开！哎呦！快老骨头低头，起来老骨头低头。嘿，万岁在哪里？万岁正在睡觉。啊！他女儿妄淫霸道，他的问大白天困觉，吵他醒来。朝他醒来。这一下你看我的，好，快！万岁！哎呀，醒来呀！参见万岁！御史将军陈老夫人因何无礼呀？哎呦，我个好皇帝哎，到底是你女儿无礼，还是我老太婆无礼？侬先弄清楚哦。是何言语哟？啊，万岁！是今公子他日天开国元，胸不测前，其实宰相不贤礼，比兄羞臊更无钱。父曾与侧身为奸，我做到于此公不顾是当前帮儿人，徒是给朋已无用。但求节好高贵天。御史将军，你都说了些什么呀？哎呀，你说了半天，他还是不清楚啊！万岁，让我老太婆仔仔细细来讲给侬听。万岁，这寡人不高养从人小太婆，交往不无是非多。他冒名上脸光州本，你名字有错袅袅过，来这里要叫公公把媳妇他送在当中，自东马西做他呀个婆。哎，因我孙女出身前，为别大骂他大哥，气得老王生了病。万岁你不明是非家把火，下次虽然我外孙女滚出香火，下落不明日子把就跳了气得香烟归西去。我这个高明夫人不要了，好，不要了，通通不要了！
陈老夫人，你说的都是当真？老太婆从来不想找我，想找我绝不是陈瑶金屋里的老太婆。哼，再有光绪戏言，请在我与岳城公守好情。御子功臣高明，绝无虚言。果然是高阳八虎，气何端？起来，寡人不与无大事，众人雄赳皆心寒。悔不该一向无下娇儿女，到如今恨万无穷，其何端？来才所选羔羊不孝女。御子将军，陈老夫人，臣不怪我偏宠偏听偏信把子传，寡人不明当谁记？万岁！二位请暂且为夫，说说寻找爷娘，此事用寡人处置。因此到底是个好皇帝啊！我们一场就高升了。走！来，官告送上。是。帝王家不是民间，子孙言。母王，母王，我在想，父王他也在想我了。母王，母王，你玩笑？你明知我有病在身，你公公死国为患，你倒玩嬉皮笑脸。父王，那老的儿70多岁了，是该死了。你是什么？那老的儿70多岁了，是该死了嘛？放肆！生在深宫金手香，披荆过虐演高粱，不知长年非容易，见明日功成血汗皆大堂。可是你要是元凶出身边，巧言令杀皆无望，偏独自去这里恩因霸道太不良。父王，更不该天使园林老人相还我别帮实宽赏，为不该家教不严，将你宠。到如今你骄横跋扈，真是长。从人理性将我怨，器官结痂要还乡。
杀人过法。咦，你谁当是？你与我关了下去！女儿插眼将我伤。为人我自觉有时自家恰无妨，终身以爱做儿事。一人心交，同心兄。七岁万岁！后日啊！万岁，请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桃木小人。桃木小人，宫廷之内何来此法？万岁，在桃木小人之上，可与太子生辰八字、年古生灾，要害太子性命啊！是何人所为呀？依上他家。万岁啊！万岁！万岁饶命啊！万岁！你与我将来！万岁！是长杀了他。大名奴才放到太子宫里，要害太子性命的奴才实在不知道。万岁饶命啊！万岁！哎呀！万岁！万岁！气死我了！快宣太子尉迟恭前来见我。万岁御旨，宣太子尉迟恭进殿。宣太子尉迟恭进殿。传见父王。平身。哈！万岁！为何也是平臣父王的模样？父王！万岁！万岁！父王！寡人不惧生死了啊！万岁！寡人自过虽见成效，媳妇教子不严，催我早死啊！你要敬望姐妹，
侮辱太子，保护大当啊！臣割脑脱体，猎捕太子。事情看来，你靖王为太子不乱不错，可以击无大通。儿啊，在把这个接我到一道。是。一同为君，可以争一官；一鼓为君，可以结心体；一生为君，可以治大生。切记，父王，切记，大长沙王，你要与我。父王，万岁！父王，万岁！父王，万岁！父王，
写下情丝来为我，要放的却心纷碎。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我发慈悲普度众生，今日为你落发，目的是解徒儿天道是非。若根清净，他日飞升极乐世界，因何抵抗？师父，只因媚娘被逼到此，但据借此奉身存在。我定最前来他心，真实是却自去生气。公子之命乃为抗，对我把许可的徒儿是后了。此时来，你乃是大大的贵人，哎呦，凭你失敬了。师父稍礼，媚娘这句才字万众，稍后定当从行。哦，不，但凭贵人吩咐。啊，徒儿，快去准备上等战饭，伺候贵人。师父，前面寺中便无法事与请，谁与要是相上？我去来，徒儿小心伺候贵人，万众之事，但凭贵人吩咐。是，贵人请。家离下父。
妙龄千古苦，不怕流落在江湖。儿妇立夫妻孝，女律师立为丈夫。我定要才稳家根，怎也宽生死，传报应。夫，请问阿祖口才吗？阿弥陀佛，事态清了。清了。这位相公来此请许安，不知如何归国。小生新年明了，远道而来无此落家，想见贵安一家之弟才智读书，不知可肯容忍吗？这怕有些不便呐。暗中空荡人多，如何不便？我暗中都是与你平复暖和。这样正好，哎呀，这样正好啊！啊？哦，小生之言，多多施财，多多施财。不妨。哎，其实前面后上庙里宽敞得很，你是在哪里？真好。不，这后上庙里可更为不便哟。这倒奇了。这书生一表身在军机上，为什么出言吐语破荒唐？他远去你安把神机提起后上，他心发慌。生命是女孩扮作乱儿娘，听雨苦中心来藏。也相公事态，我见你万两工钱四分两，暂去安也无妨。多谢事态，只不过与人方便是方便，也许你为我办正是一桩。事态请吩咐。须在可知朝阳门，知道吗？左手一家怕冤家，我看见过。今日要是拜托你，将此你心寄君王。小生平路观者，是何记得出去呀？你只需到朝阳门外本论城内，找到东宫太监马公公，教他便是。这个，你害怕什么？也相公，你穿的是官暖儿装，看此喜事本平常。我料你心中定有奇冤在，我知你为地城市到堂。你欲愁来，我欲怨，
同舟共济领导你上祖母把心结，来18配做包场，欠他的冤仇为你报还你等来去是早。十里相逢关有长，不胜是红妆。这是他目光世界太清亮，红茶殷勤我难懂藏，梦他旅情不识破，为他知心更应当。但不知从未操军，他是谁？10年以后堂。师太，你这书信，小生一定为你送到。此信非同小可，多多拜托。师太放心，请问师太法号？我并无法号，我乃宫中才人吴媚娘。呀！原来是吴先生，小生多多失敬了。多多拜托。师妹哪里？为甚？以后吩咐，将案件控房当手一件，引这位相公暂且知晓。是，相公请。迎接公子，
子。参见公子。公子，他就是安主长明师太。长明听了，我生病最讨厌尼姑，你吩咐下去，不许他们前来安上。是。公子为超度先帝王文，17期49日露天大轿，一切由我等候上之后，你等去吧。是。阿弥陀佛，富媚娘，上你在。为何还不见他落发？启禀公主，须等到王道绝杀，才可落访受戒。富媚娘，你不顾出身前的陈公家，实不该冒充才女相强。今我才配，你才配，事情没太好心我，更不该多嘴多舌讲我苍鸟生死，害得先帝骂娘。今日你别着你我天宝再问你万贯猖狂不猖狂？阿弥陀佛，滚了下去，算在。算在，你等也都退下。公子，来，慢。公主命你留步。原来是位公主，小生有礼了。免礼。好一位俊秀才，真是貌似淑女，天下少有。公子，我等进来念经去了。你等进来，还就去吧。阿弥陀佛。小生告辞了。徐在，徐在，你呀你爱做仙香，明知故风雷自去上年郎，因相为心莫怕。谁尽失心有
结后长，笑声难免心发慌。昨天他叫寂寞，为情笑他此恩堂，为同高声才不离，须在何必心发慌？你是桃花红一朵，体态风流是无上，今日天高皇帝远。须在胆小穷酸，还不是后上之情。
夜困凄惨，我怒满腔。这真是骄奢淫逸，死无伤。为什么长沙王府去披上？为什么要用头呀祭鲜花？其中听雨姐妹在，上天海里比心肠。这高呀恶官莫应何时了？爷娘，你在哪里呀？四处奔波寻爷娘，爷娘啊，莫非你登基空门10年国营大事，你可知我的娘在何方？可怜她无端被许出门去，传闻一怒跳了江。我枉为妻妾暖儿婚，无力相误归难当。倘若爷娘不辞招，依着我从此出家做人。忙听得爷娘一声唤，娘子，娘子，莫非他在天之灵将我拿？莫非是国营大事，心里国营大事，国营大事。我乃脑海归是应是你，旁一阵，我须对对我与话讲。国营大事与我吩咐。不必牵挂爷娘，他已说我在人间。你说将安全密事呈送君王，叫他小心提防豺狼，速速去啊！是。多蒙国营大事先生之地，放一则过闹肚的，定将信送到。
准备好了吗？我找点小政府一起准备妥当。来。必走武媚娘，心中劝我多防备。欲听说观音显灵当豺狼，我派人接了媚娘去，将心将意尽了玉泪眼里，一无并肩应大礼，有法是破开张。万岁有旨，佛子开张。立旨。皆飞呀声，南无请万岁兄妹过上领路一道，齐天子孙地呀。
后，金马金水十天门。这清水之中一头，不妨念来，念来，念来。去年，不用，但念这精品之所。是。这秀才正是水中有毒，与间内与关。看见。正可是此。哎，好的让我至少得至此地步，散了吧，散了吧。教导。岁，天东一拳，因头而亡。长沙王此时念得之人，匆匆撤殿而去。长沙王竟把念得之人刺死！哎呀，万岁，此乃杀人灭口，欲给名章，望万岁下次速速查明判刀。好，万岁，这秀才言之有理。御史将军臣才命你速派大军将长沙王府团团围之，不准放置一声。领旨。你这许贼叫何名字？小生姓念明亮。你爱卿臣才。你保家于公，无奉一台因御史之责。到市上方宝剑查明此案，另应奉上。令旨。太御史念亮上殿，太御史念亮上殿，令旨。群才精神，面子。一幕小姑醉得尽，这好是石头桥上死去君。这位老夫人哦，小姑娘，我要上殿面君，你们跟着我做甚啊？让我仔细的来看一看。哎呀，
侬这个相貌啊，同我外甥女儿是一模一样的。一模一样。老夫人，可不要胡言乱语，我要上殿去了。哎呀！当真不是，当然不是了。倘若不是，我就找你做女婿。夫人，此地不可无言，我要上殿去了。等于是娘俩上殿，一品高明老太婆要见凡岁。选见父万岁万岁，平身千万岁。陈老夫人今日上殿为了何事啊？我是看那外甥呢，我是来看各位年女士禀报恩情来的。此次请在一旁听吧。不用，我就坐在这里。来，坐在这里听。哎呀，老卿下呀，是此受罚，承我体统啊！哎呦，我是老亲家哎！哎，至今天下，弟媳妇官罪少少，儿媳妇气势公公，阿弟阿妹满爱阿哥，有啥个体统不体统啦？随他去吧，你爱卿。正才，明日查清关于是一案，结果是何？万岁用兵。关于是咱们清楚不清清，清早不悔不宽恨。那高衙骄横怕无父子亲，长沙王兄妹太为自珍。他二人爱的早归尽，压临天下两平分。要生结红是同当，驸马也才不轻，家界不连下头呀，放下一句结婚。今日里查清姐妹我一听，敬请万岁就是生。讲得好，讲得好，王兄啊！上血债，我与你亲子牛女更年更。
吾找你来得正好，今日之事是何办理？非知你如何告见？万岁，高阳乃每夜总管，快叫他当殿跪下。对，跪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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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叫你跪下，举跪下。哎，叫你跪下哎！跪下！我找你，你看是何处置？不妨出讲。李子，高阳听了。一本是亲子牛也何绿灯，角色隐逸皆古今。身为地血将须扫，岂是园里老园去？先帝陪你催了命，要你高阳头担称，你与长沙早勾结，讨谋小人最当今。此事是何处置为好？范三，让我老太婆不懂哪个主意呢？高阳是只无话利己，切刀犯官山岳兵，长沙应当割头去，驸马单撇两官分。这个为老鹰啊，何尝办法去冲红巾？好，从中为好。哎呀，从中为好，从中为好，从中为好。万岁！万岁呀！先帝早已同胞美不用情，年两公堂当中上，家国听觉光是好，我找你处事得当，称真心，华山真子负责任，王兄高阳长沙当此情，驸马撇红负战营，你爱卿真才。你保家办案功劳大，加封你一品之中冠军臣，快快谢恩呐！快快谢恩啊！万岁是才。爱卿何才之语啊？我乃是女扮暖场的玉子爷娘。啊哇塞，我老早就想出来了。哎呀，爷娘虽出身地位，但身是金子女也，当封她一品夫人，与那方义者再度成
好好好，寡人正直，谢万岁！万法一生，万代上演。嫂嫂，妹妹，嫂嫂，嫂嫂，你就靠在秋梨板上，少了我吧。要想少你呀，只非是实想动了水草诗。亲家，哎呀！亲家，姨母，你就为我说句好话吧。哎呦，你叫我跪下呀！哎呀，我真是噶，但当个亲。王兄，王兄，要想别去。尊敬无主万岁。方医生，此你携身无绝，与玉子爷娘二度成亲。谢万岁。